你有冇諗過，點解有人明明唔缺錢，但仲係好想揾更多，甚至為咗揾錢搞到周身唔舒服，好似做咩都唔順利？今日呢個案可能會顛覆你對財富嘅理解，可能上天俾你錢，唔係想你揾更多，而係想你做另一樣嘢。陳小姐結婚之後生活無憂，老公揾到錢，佢唔使返工，每日嘅生活就係同朋友出去飲茶、行街、食好嘢、去旅行。表面上佢生活得幾開心，但陳小姐內心一直有啲嘢放唔低。佢成日覺得我好似仲可以揾多啲錢，於是佢開始揾投資機會，試下做小生意，甚至諗過返工。但奇怪嘅係，做咩都唔順利，投資蝕錢，生意拍檔甩底，見工又唔成。佢好困惑，我明明唔係等錢用，點解想揾錢都咁難？後來陳小姐透過揾我解讀潛意識，想了解自己賺錢唔順利嘅真正原因。解讀出嚟嘅信息令佢呆咗。第一，利用財富貢獻社會；第二，做義工獲得快樂。原來陳小姐嘅潛意識一直知道，佢內心真正渴望嘅唔係更多嘅錢，而係用錢去幫助人嗰種滿足感。佢生活無憂，其實係上天俾佢嘅一份禮物，等佢唔使為兩餐奔波，可以騰出時間同心力去貢獻社會。佢終於明白，上天俾佢豐厚嘅財富，唔係要佢揾更多，而係要佢付出更多嘅時間同精神去幫助有需要嘅人。佢開始試下做義工，去老人院探訪，去食物銀行幫手，去教低收入家庭嘅小朋友做功課。佢發現，當佢付出嘅時候，內心嗰種快樂遠遠超過銀行戶口多幾個零。呢個個案話俾我哋知，財富嘅意義有時唔係擁有幾多，而係用喺邊度。如果你都覺得自己揾錢揾得好辛苦，或者賺錢總係唔順利，不妨問下自己，我追求嘅到底係更多嘅錢，定係更深嘅滿足感？上天俾我嘅資源係咪有另一種更適合嘅用途？有時停一停，問問自己內心真正想要咩，可能會發現你一直追求嘅嘢，其實已經喺你手入面。記得訂閱頻道，一齊用潛意識嘅智慧，揾出屬於你嘅豐盛之路。我哋下次見。